最後睇埋籃球啦 ，NBA 紐約人呢就輸10分俾牛仔啊，林書豪射入咗14分。藍衫嘅紐約人作客對上屆總冠軍林書豪望到定，交俾菲特斯仲邊有得剩？林書豪有7次助攻，不過呢一次再對牛仔就冇上次咁威風。咁記得嗰次有成28分兼助攻14次，今場就2項統計都隨意二，籃底等一等刷板攞分，全場就有14分。統計數據差咗係因為對手 mark 得緊咗，紐約人輸波，仲因為牛仔嘅努域斯基着晒火。佢全場得分係28，紐約人冇晒辦法，輸85比95，排東岸第8。咁同日常得勝果，仲有白色衫嘅熱火喺主場大炒網隊嘅，韋迪喺早段經已入咗13分，但係之後唔小心扭親。咁雖然係咁，但係熱火仲有勒邦詹士領軍，入一個超遠距離嘅3分，全場就有21分。熱火冇俾機會對手將距離收窄，大勝網隊108比78。好，睇下報段啦。好啊。